土第一铲开工顺利，第二铲动土平安，第三铲一切缘和吉祥。但是转运站重大开发案的动土，将打造东区沿空新的门户，嘛象征台南的建立新地标的历史时刻。更由台南市政府所规划，占地1.4公顷的民间参与投资案，透过南仁湖企业的构想，将兴建地下6层、地上13层的复合式转运大楼。因为位伫第一线小东路附近有南胖购物中心、国宾商圈，会当讲是台南的黄金地段。而第一期转运大楼将引进百货零售餐饮，加上第二期佮要串联捷运的交通路网，相当使人期待。19号伫闹热的热果甲人西座顶，该案正式启动。这个 BOT 案啊，将来是一个13层楼的一个大楼啊，有转运站，也有这个民间使用的空间。因此呢，我们热切的期待这个转运站能够早一点如期如职的完工，早一点开始发挥服务都市的机能。未来这个地方这个除了兼具交通转运功能之外，那还会有这个商场、办公大楼等等的这个服务。那更重要的是，也预留了2期的这个连接未来捷运的这个联通的这个工程跟空间那我想平时营区这个地方未来的这个发展非常的这个迫切。那我们相信这个公共设施以及这个多目标发展的这些商业的功能，一定能够为这个地区带来更重要的、更好的这个发展的机会。位于交通热点的平溪转运站，民间参与投资达到54亿，预计创造220个工作机会，就此带动地方欢迎，创造3赢局面。在我们台南市政府的推动下，透过活化、打造的新价值下，由我们集团成功标下这一个 BOT 的案子。那我们也会预计投资54亿元，在这一个案子上，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创造220个，预计大概220到300个就业的机会。伫国有财产署释出土地活化地方，佮结合民间投资的契机，除了满足民众交通的需求，未来嘛是商业活动重要的地标，预计114年底完成。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